佢當然早晨食的係上多位區棒、潤餅，也算幫咖啡嫩茶也得。唔過苗栗許多客家鄉親早晨會食水晶餃哦，也當天人講三個月。上世嘅個腔講係苗栗客人，聽過後伊做過服務業、工程師、保險業、食品供應商嘅業務員，接觸到食品相關嘅領域過後，一路開始喺香港愛歸家鄉苗栗來口苗事業。一開始也團歸到後生人供養，想要開一間有特色的咖啡廳。唔過有想到閒些時節開麵店嘅阿婆做嘅東西很好食到，故咗一路決定要開一間傳統小食店，同時店鋪都係愛同阿婆來合作創書。除了一個面食同3個月，伊咪同自家嘅創意表現俾傳統小食，網頁書貨業，帶大家向下嚟看啦。要求有成牙嘅3個月，喺滾水當中淥蒸，沿路嘅用嘅看起來特別像意思。3個月呢棟地係同普遍嘅傳統做成，連外種類嘅人未懂好食。因為我不是苗栗當地人，不過有漸漸融入這個習慣，就是早上的話還是都是乾麵啊、麵店類的東西。然後因為我是台北人嘛，然後最近在苗栗生活一陣子之後，就覺得好像早上也應該要吃這些東西，所以就睡醒的時候，我想說要幫他吃個水晶餃好了。對，客家好像跟北部不太一樣，北部吃的都是那種三明治這些，可是在客家可能是在地農莊的那種關係，所以從小時候就會比較習慣吃飯啊、麵食，就是比較吃得粗飽的一種食物這樣子。做成係營業的體力類業，都市都好嘅人都可以食漢堡、三明治、披薩、奶茶同咖啡。不過也見店賣嘅招牌，沙係3個月同面線。後生嘅調價個傾講，仲係為減少嘅人客，為先來送款啊，找嘅3個月。現在也為將食嚟多嘅中料，係佢用油蔥同辣椒醬特別調出嚟嘅，人客食嚟都很會親民。而且一般在外面的話，都會吃的都是湯的水晶餃，很少會有老闆都會跟你說，你只能吃乾的，不能吃湯的，因為他對他的醬料還有他的手工的那些油蔥很講究，所以我覺得就是久而久之就會想要進來這間店吃飯。因為同的啊，只是把水餃燙熟放到湯裡面，然後放芹菜、香菜、油蔥而已。但是我覺得乾的話，因為我在乾的上面做的配料跟一般的不太一樣，所以我希望第一次來的朋友都能吃乾的。為了為人客食到自家對料理嘅用心，國慶哥對傳統嘅皮頭、油蔥係當講究，當禮拜都係自家來做，為按堅持係認真也係阿婆嘅面事。一開始我要做的時候，我就想到我阿婆來做早餐，有賣麵，然後做油蔥。我第一開始就想到我阿婆了，然後我就想說就回去跟她學，因為我覺得，一樣東西最重要的就是油蔥嘛，油蔥外面賣的市售的大家都用得到，只有自己做的，只有家裡的配方，或者是自己店裡的特色，這才是一個特色。帶點樹立嘅拿點剪刀，將一粒一粒嘅鳳蟲頭頭尾剪剔，當條粒嘅老鳳蟲頭切做一片一片嘅，並入到自家做嘅豬油肚烘去煸，煸到長長酥酥嘅就完成咧。唔過也規則嘅過程就會2日將做地做好，好時又好講還無算物解，先前會請阿婆來教佢，就冇咁簡單咧。阿婆有話都說，好好去上班，為什麼不要上班？為什麼還要來做這個油膩的這種賣吃的？對，然後他覺得做這一行也太辛苦了，對，所以他一開始肯教，但是他還是有點不太願意。唔過國慶哥幾用時已經決心愛做，中秋直接進到落鑊，當日聽得阿婆好，頭到尾翕相錄影都完全記錄下來。
那一开始就是因为现在都有智慧型手机，里面都有摄影的功能，所以我叫阿婆教我的时候，就边切，然后看阿婆切，然后我就顺便拍起来，然后录影起来，然后在炸油葱的时候也是顺便就是拍起来啊，然后就在过程中就一直问阿婆，什么时候才会好啊？然后阿婆就会再讲，然后我就一边录影，然后就顺便看油葱的熟度，该炸到什么颜色该起来这样子。多样下油葱变做高天公嘅招牌，其实年人前其行起以嚟业务业，現正接送接觸食品相關嘅產業，本期有位尚未開店嘅想法。條下馬佢咪同呢度嘅後生人共用，尚未開一間咖啡館。不過我呢隻想法就對傳統出發。想的夢想是年輕的時候想開咖啡桶，然後但是回到這邊的時候，苗栗的時候，我覺得就是剛好我有這個資源，就是阿婆喺周亮。我覺得阿婆做的東西懂後生，我就想跟他學。然後我想說，已經回到苗栗這個地方了，我就應該把傳統東西學起來，讓它一直延續下去才對。對，因為我覺得現在好多人都開咖啡店、意大利麵店，都是外來的，但是傳統東西很少年輕人在做了，所以我就想說，那我來做這件事情好了。邊度會滿足行卡度經營客，除咗有三角葉、麵線同其他嘅麵類以外，高天哥未留韓式世界嘅記憶當中，另外一項好食嘅料理，掛係肉飯，加添咩設計嘅風格，當到經營客一食就懂講意。因為小時候我們家也會煮瓜子肉，對，但是我們不是用那個大茂黑瓜，我們都用那個蜜鵂醃的黃瓜來做，然後我就用這個概念來做我的瓜子肉飯，然後會放上豬皮的原因是因為其實我這90%以上都是瘦肉，對，因為我可能也不喜歡吃肥肉，所以我就弄瘦肉，但是瘦肉的話怕會太柴，然後豬皮的話是拿過來之後，我是希望能夠煮久，後來我發現煮久豬皮會有膠質跑出來，那口感會潤滑潤那個瘦肉，就是吃起來口感會比較好一點。瓜子肉的話較特別，配味深唔多。不過瓜子肉咩係客家人很傳統的一種那個料理，就是會用那個牛鹽，類似牛鹽的那種方式來做這樣子，所以我很喜歡。然後真的在其他地方的話，好像比較吃不到，一般都是滷肉飯啊這些的。對細細時節的記憶，對家鄉本單就有嘅美好來出發，加入了後生時代嘅詮釋。高天哥同阿婆傳下來嘅美食，表現出佢嘅價值。